好像有听说。不知道。不知道。知道。我觉得还不错吧，就是至少你可以，管控人。也还不错。很棒啊，很好啊，因为那个如果说有什么问题，可以及时追踪啊，哎呀。对。目前是觉得这没有什么大问题，可是的确会有个人隐私的疑虑。但是这部分如果没有留电话的话，或多或少也没办法去追踪接下来的任何疫情它的那个行踪，所以这部分我现在是没有什么疑虑的这样。我觉得这样还不错，就是避免一些漏网之鱼这样。蛮可爱的啊。如果我看到的话，我应该会买吧，我觉得蛮可爱的，而且有一个限定。其实我会觉得眼睛会一直一样，可是我不会特别买。还不错。那你会想买吗？不会。可以啊，也很对，很好。好，谢谢。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收看《市政3分钟》，我是林怡婷。为因防疫，现在进到台南市古迹参观都采行实名制，要事先登记自己的姓名及电话，如果不愿意配合，将会被拒绝入园哦。说到参观古迹，最重要的当然是伴手礼喽。台南有非常特别的文创商品，像是成功啤酒、天后蚕豆酥等等。台南市政府文化局近日更推出妈祖小泡芙，取谐音妈祖赐福，希望在这波疫情中祈求国泰民安。而妈祖小泡芙要在哪里买呢？我们来听听文化局长怎么说吧。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南市政府文化局局长叶哲山。疫情期间，大家都很担心各个景点有没有做好防疫的措施。那台南市在防疫的措施都是超前部署，所以包括我们的这些古迹景点，其实已经都做好防疫的工作。我们目前也推行了实名制，那不断的去做相关的消毒防疫的工作，所以民众要出游到这些景点可以非常的放心。那目前我们在很多古迹的景点有不少的我们的限定商品，包括成功系列的这些洋芋片啊，也有孔子系列的点心面等等，都是非常畅销，大家都非常喜欢的商品。那最近我们又推出了妈祖市府泡芙的商品，刚推出，所以非常的畅销。那欢迎民众来到我们这些古迹景点参观的时候，不要忘记了也带一些限定的商品回去跟亲朋好友来分享。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4月21号礼拜2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因为一名军感的确诊个案，曾经到台南的百货公司消费。20号中央一公布，台南市政府第一时间就要求业者休馆消毒。21号上午，市长黄伟哲率领团队前往现场视察，了解防疫的作为、甲消毒的状况，嘛呼吁民众做好自我防护，也是会当安心购物。因为一名军感的确诊个案，伫这个月10号到新港3月台南新天地用餐世家，为了避免疫情扩大，市长黄伟哲马上要求业者休馆全面消毒，并且伫21号率领防疫团队视察百货业者的各种防疫作为，同时伊行过确诊者进前行过卖场当中的消毒动线。市长呼吁台南市各业者甲政府合作防疫。后民众购物安心有保障。这个机会，第一个方面，那个敦睦舰队磐石舰的这个确诊者，循着他的足迹，到金光三月。那金光三月它的这个全馆的消毒，昨天封馆了一整天来消毒。我相信他的决心跟他的消毒的应该做得相当的彻底。那消完毒应该就没有疑虑了，所以说我们就今天循着这个足迹来，重新走一遍，这个星光三月也，这个来那边消费。那当然是要看到他们那个消费区、用餐区的改善，以及我相信，既然消毒彻底，那就没问题了。所以我特别带了我的点卡和甜心卡，希望来做一个这个消费者以
消费者跟以市长双重身份来做这个消毒工作的确认，这点是我们今天来这边的用意跟目的。当然，即摆军监传出甲较真的接触民众已经有出现镜头，到底市府敢有充分掌握，万一发生大规模的社区感染，如何应应？对此，市长黄伟哲明确表示，已经无所谓的软性封城，就是硬性封城。出现大规模社区感染的话，那是一定要硬性封城的，因为软性封城是没有用，是效果不彰的了。那由国外的例子来看，如果说真的出现大规模这个社区感染失控的话，就是一定要硬性封城。市长黄伟哲强调，即摆军监的感染事件已经积极执行疫情的调查，而且公布其中的地点甲时间，予市民提高警觉，嘛请民众毋免伤过惊吓，只要做好自我的防护，处理公共场所挂吹暗、勤洗手，保持安全的社交距离，也是当安心出外购物消费。台南新闻军及郭博义采访报道。台南市会第3届第3次定期会第2次定数委员会21号下晡，包括议长、副议长、所有定数委员以及市府副市长、秘书长带领相关局处共同召开。会中讨论市府提案总共89案，包括电付款案82案，甲一般的提案7案，将送到大会审议。台南市议会第3届第3次的定期会。下午召开第2次的定数委员会，讨论市府的提案、甲一般提案、电付款案等。这次市府提案总共有89案，其中电付款案有82案，一般提案7案。期间为减少群聚的降低感染风险，市府提案的相关局处首长留驻于1楼大厅内。或洽谈区，各位如有需要居住说明的地方，再请首长进来列席说明。那本次的审查呢，总共市政府的提案共有89案，电付款案呢82案，包括民政的17案、教育的17案、建设的30案，还有保安委员会的7案、公务委员会11案，一般提案7案。其中，市府环保局摕桂林甲将军的区域性粪扫掩埋场的活化再利用的设计减做案900万，中央补助630万，市府配合270万。定数委员要求环保局一定要严格把关。开始要运输的时阵，到底车辆会造成居民偌济污染、空气污染，交通会无方便，恁嘛拢无讲啊。还是搁等到拄着代志，搁来停，搁来办理，这是咱环保局过去的作风吗？依照我先报告一下，咱现主是在腐殖图，我们检测的结果呢是无毒的、无害的。当然，刚才你昨你讲我事先甲人沟通好，这点是环保局确实做了无数次啦。在运输的过程，包括这扬尘有诶无诶，即我都有做好防治的工作。这点是阮环保局本身就爱做的，所以进前做了无数次的时候呢，以后我们环保局会去把它强化，会去做好的。另外，伫一般提案嘛，将审议108年度市府总预算第2预备金的动支数额表，甲法人的决算、财产处分等，将送到定期会来审议。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台南一中明年将要迎接创校100周年校庆，校友会预计筹募2500万，为学校留下完美的纪念。另外，校友会奖学金基金会每一档会颁发2届奖学金，21号颁发第2学期3个奖项，予85位学生，奖金超过60万。台南一中伫民国61年就成立校友会，经过热心校友的组装，搁再成立校友会奖学金基金会。将近50档来回馈学校各项经费的需求，而且每一档佮颁发2摆在学生的奖学金等等，借此鼓励优秀甲经济不利的学生。常务校长廖在国甲校友总会理事长戴英忠代表奖学金基金会董事长吴永斌一一颁发，其中也包括英文进步奖、
场面相当温馨。我们这个校友的奖学基金会哈，那每年都会颁2次的奖学金来鼓励3个部分的学生。第一个是各班成绩优秀的学生，好，这个是1年哈可以领1次，啊，上下学期不重复，好，目的是为了鼓励更多优秀的学生。那第二部分是经济不利的学生。好，这个部分的话就不限制他最多在哪一中可以领6次。好，那这个奖助金的部分也比较高，是希望能够实质帮助到孩子哈，所以会有15000的1次15000的一个额度。那最后是我们吴荣斌董事长哈，他个人的鼓励，就是鼓励英文进步最多的，好，会有英文进步奖。好，那因此我们这一次哈，就是每年都会颁2次哈，那2次人数好，大致都80、90位，好，这次是85位。那奖学金的额度是60.5万元。校友会除了关心学生的课业甲经济需求，嘛为了避免校园内扫地工具死过蛋，校友总会特别关注36个工具箱有效美化校园。我们吴董事长跟我们卓理事长哈，在去年校庆的时候哈，到回到母校来看到学校的确在这几年教育经费比较短缺的情况之下，这个部分哈，那么跟校园景观比较不搭嘎，因为扫地用具都散落一地了哈，那因此就发心说，那由董事长跟那个我们这个校友总会这边哈，就来捐赠哈给母校。好，需要的数量，那我们这次总共有做了36个工具箱，好，我们会放置在校园各处，哈，那这个部分就是让校园更美观，那同时来跟我们一中的4宝相呼应。根据了解，校友会面对明年将登场的南一中100年校庆，嘛积极回馈奉献，预计筹募2500万，为学校的昌明艺术精神等等留下上车影纪念。台南新闻军自郭博义采访报道。台南往来最近当咧大出，市长除了亲身将北部销售，嘛到电视购物做促销。21号由农业局牵线，鼓励企业认购，提供新鲜的往来所做的价数，小田农民嘛顾着市民的健康。在这个时刻，其实对于我们在增强免疫力、对抗病毒的时候，其实是一个最好的一个水平。24的往来酵素加上气泡水，那个南上新鲜的往来都要清凉酵素。其中往来酵素因为当增强免疫力、调整体质，更是对健康有真好的帮助。所以市长黄伟哲嘛亲身来学习如何制作，进一步展现伊日前鼓励企业认购往来成果。因为这回本土酵素大厂已经向台南采购至少15吨的新鲜往来作为酵素的原料。市长表示，听农民的同时，嘛顾市民健康以及所得。凤梨来自关庙，来自山上，来自台南市；酵素来自我们的大汉酵素。尤其大汉酵素，我们知道很多好朋友曾经不管是在电视上看到，或者是说朋友们的这个介绍。都会知道，这个是非常对身体健康非常有益、有帮助的一个好的产品。那所以呢，好的产品当然要介绍给好朋友了解。所以大汉酵素采用了这个我们的凤梨酵素凤梨酵素对身体的这蛋白质的吸收还有这个对身体免疫力这个健康我相信都有很大的帮助。所以呢，我相信用好酵素，用对酵素，这个绝对是对身体有益的。那当然，酵素结合了我们的农民，能够把优质的台南凤梨能够结合在一起。一方面采用我们的凤梨来制造凤梨酵素，另外一方面，这个当然酵素更加码，这个买酵素送凤梨，哇，那这个就厉害了所以许多大家不仅可以这个喝到健康的酵素凤梨酵素健康的大汉酵素，更可以这个吃到新鲜的台南凤梨。我相信这是一举数得的事情。根据了解，平均30亩的往来酵素等于是3粒往来精华。会当讲疫情期间得到吸收优质的蔬果，那个加上酵素的功效，好处得得。酵素呢，就是蔬菜水果的发酵经有抑菌的发酵。那事实上，世界各国蛮多文献都已经证实，这酵素可以调节体质，还有提升保护力。那对肠道有清理跟调整的效果。那我们摄取这个酵素，就是补充这营养素，那可以达到清理、调理跟修补的
健康状况，那对人体是相当好的。台南新闻郭及郭博义采访报道。休困者马上登来新闻现场。跟我们一起走进阅读森林吧！我们将阅读分成6大主题。首先邀请到新时代作家杨富敏、江娥、李炳书、阿春爸、IG 作家，来到台南爱读册节目中与您见面。敬请锁定每晚8点半第3公用频道。西拉雅国家风景区关电游客中心的莲花道路工程，预定伫5月底完工。游客中心嘛咧进行消防安检、甲装修的工程。市长黄伟哲前往视察，期待正式启用以后，会当带动地方的发展。西拉雅国家风景区关电游客中心工程已经完工。目前，这群游客中心的消防检查以及莲花道路完工后，就会当开始试运。市长黄伟哲17日特别前往视察莲花道路工程，只是莲花道路应该赶伫咧5月底进行完工，嘛期待透过游客中心的启用了后，会当带动台南地区的观光发展。行政大楼的部分，我们希望说，现在已经进入这个消防安全的评定了。我们希望说，消防安全检查能够尽速过关，然后呢，帮助他们赶快取得使用执照。之后呢，才能够正式的、合法的使用这个大楼跟游客中心，能够提供游客最好的服务，也能够现在在疫情中间，疫情中间大家游客当然比较少，那赶快把它做好了以后，等到恢复开放了以后，疫情过了以后，那这个民众就能够找到一个新的亮点、新的景点，能够在台南市有这么好的一个景观，不管是草原，不管是这个建筑物本体都是很值得驻足留恋的地方。那我希望说这点是我们准备的新的秘密武器，希望在疫情过去之后，能够再为台南的观光提供一个新亮点。西拉雅国家风景区关电游客中心总面积11公顷，开了3.11，以乡村旧路意象，亮丽嘉南平原当中，莲花道路嘛临近国道3号以及台1线，所以不管是南下或者是北上游客，拢真方便。西拉雅国家风景区嘛欢迎全国游客，会当伫6月份4月份的时阵做伙来参观。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近年来，渔光岛已经成为台南市观光指标。不过，因为渔光岛的土地大部分是国有地，真侪拍远无整理。议员林美燕就邀请副市长柯玉典甲相关单位会勘，希望市府会当代管，做伙营造生态环境。市府工务局目前正伫咧渔光岛做人行的空间甲排水系统，但因为渔光岛大部分的土地拢是属于国有财产的土地。除了一落渔光岛，岛手边目前正由民间领用，关正入口以上的施作。议员林美燕日前嘛邀请副市长徐玉田、甲市府干部、都发、甲交通等单位共同来会勘，希望利用国有现地的土地，由市府代管来施作立体化。渔光岛现在人潮越来越多，包括运动者也来到现场，所以这一段时间来，我们看到市政府有这个上面的增加一些设备，环境的改善都有在加强，但是我们觉得还是有一些地方不足，所以今天特地跟副市长许副市长，包括所有的相关局处的局长、副局长来到现场，我们希望透过大家共同在协商，将我们国有财产局这边在一整片的土地再做一个环境的改善。然后在这个环境改善过程中，让我们所有的台南市民来到渔光岛，整个环境会更加的好，然后设备更加的到位。因为这个依照法令的限制，当国产署的讲咱家袂当做停车场，国产署嘛袂去甲咱管这用途，所以讲咱家即摆区公所拢已经认养认养了这个部分，咱环境要改善环境要改善的部分阮会叫工务局来加经费部来处理，交通局把环境要改善的空间稍微规划一下，让公务局这边来做处理。
经过副市长甲国有财产署的协调，伫咧取得同意以后，未来也可能以低密度的开发方式，伫咧无破坏原始林的状况，会要求各局处启动分工来协调，互渔港岛的观光环境更加具有整体性的规划。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经过媒体针对6都防疫的民调出炉，第1名是新北市长侯友宜，台南市长黄伟哲摕到第2名，满意度嘛超过8成。对此，黄市长也感谢所有市民的体谅甲配合，伊将会继续努力，让市民安心。根据晚间杂志公布上新的6都防疫满意度民调，咱台南市长黄伟哲摕下第2名，外界评价嘛拢相当的悬。公共卫生背景出身的黄伟哲，面对这摆武汉肺炎，除了超前部署，目前台南市确诊人数竟是6都当中上低。对此，市长面对超过8成的满意度，除了感谢市民体谅，疫情期间坐不方便，也认为市民是上届坚强的后盾，也会继续努力。针对《远见》杂志的民调，其实我们表示谢谢市民的支持，尤其在防疫期间，许多措施造成市民的不便，大家都能够配合，造成台南市的疫情是6都里面确诊数最少的，这点是非常非常感谢大家市民的配合。但是我们也看到了新北市的侯市长，事实上虽然新北市这个坦白讲人口很多啊，但是它的整个防疫措施也都让很多措施都值得大家借鉴参考跟学习啊。他为了这个防疫工作做到彻底，也不惜扮起黑脸，这种铁腕的形象也是让新北市民都很这个认同。所以我觉得其实在防疫优先的情况下，应该不分蓝绿，也不分地方跟中央，大家一起把防疫工作做好，那民众自然会支持跟接受。经过了解，台湾自从出现第1个武汉肺炎确诊案例以后，黄伟哲市长马上甲翠安公司协调，提前开工，率先成立防疫应用小组，迎接开学，并且推出宅经济，成立台南校务专区的电商平台等防疫。看起来，所有超前部署的作为，拢得到民众肯定。台南新闻顾问及何乔邦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载是好天有时节分的天气，温度21度到30度，袂落雨。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是6级。感谢你收看4月21号的中嘉台南电视新闻，我是陈美纯，咱再会。